壮丽大屯山，陪伴着轻快流向大海的淡水河。绿色和平，台湾文化广播电台，甲咱斗阵为台湾打拼。这个节目是从生活中有关自然、文化、环保、生态的记录，用多元化的角度来关心咱的心灵甲生活。绿色生活，绿色生活，吴素凤主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绿色生活，我是吴素凤。
拄啊呐所片头所放的这条歌《夫妻》，这是咱李庆华老师伊所做的诗由呢邱丹妮来作曲甲唱的那这条歌呢，互咱听了拢感觉有无共款的感受，有的人讲感动，有的人讲浪漫每一个人拢无共款的感受，这嘛是人生的一个过程那咱今仔日的节目呢，伊游玩是做主题是做伙酒台语那大家做伙来听惜守护咱台湾的母语。那今仔日呢，咱要来讲的呢，这主题呢，这主题底下的主题呢，讲的比唱的较好听，台语的声调甲变调。所以今仔邀请的来宾呢，拢总有3位咱首先呢来介绍呢，咱主要今仔主讲的咱罗老师罗光成罗老师罗老师呢，目前呢担任咱国立台北教育大学这个语创系的兼任讲师，嘛是目前台北市立教育大学中国语文学系兼任讲师罗老师对华语这个这个讲授就是伊教华语已经有20多年这是过去的经历啦那卢老师你好，卢广成卢老师你好大家好第二位呢就是咱一个少年朋友因为卢老师因这阵专业搁热情的人有老中青，所以卢老师嘛算个较资深咱是林嘉怡林老师林嘉怡林老师伊是咱台师大台语文学系的博士博士的候选人，同时嘛是咱台湾母语联盟的秘书长即摆呢咱先请咱嘉怡甲咱听众朋友招呼者。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安，我是林嘉怡。是听到林嘉怡林老师嘉怡老师你声音真的非常的这个清澈，而且呢非常的让我们觉得他的声音呢让我们感觉这都是少年囡仔所讲的今麦过来呢都是介绍的当然又是老的一辈了咱介绍是苏世雄老师那苏世雄老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苏世雄。苏世雄老师呢，这上个礼拜嘛来过，所以呢，对伊介绍，伊也上特殊的都是伊从事这专职的这个编导这电视电影方面的导播有40多年这40多年佫讲起来佫较资深伫遮呢，我嘛当时讲大听众朋友呢做一个介绍，因为咱希望讲咱对这个主题要安怎来做伙酒台语这我拢真看重，所以我嘛透过专业我家己是外行的，我希望透过呢咱苏世雄老师呢会当呢跟我呢协同来主持，所以有啥物问题我都较giải答希望呢苏世雄老师会当互听众朋友呢更加了解咱今仔日也是以后的这个主题。好，那今仔日呢就对咱的主题来讲起啦罗老师咱讲到这个拄好嘛有讲到讲咱台湾是一个多语言的社会其实伫世界上呢讲这语言根据专家因的统计讲差不多有5000种至7000种就是5000到7000一个语言都是代表一个文化讲起来世界的文化都透过语言会当反映讲各式各样的文化啦那多语言的社会呢，对咱听众朋友来讲也是呢对专家每一个人拢知影咱并不陌生伫咱台湾呢嘛这语言真是多，所以这语言伫咱的社会上的应用有当时有的人会讲敢有平等这平等到底安怎咱以后再来讲所以呢伊的对这个社会语言咱只能讲有一个强势语言就较
定在用的，或者被硬性的有这个所谓强势语言的存在啊，所以有的较弱势较弱势就讲较无讲的，自然这语言是毋是就慢慢无去啊？咱用较严重的，就是讲死亡哈。所以语言的死亡也速度真紧，但是呢，这过程和使用者呢，当下很少马上会去觉知所以咱对于环保来讲生物多样性，那咱都知影讲对于这个生态有利于生态。那生态呢对咱科学家来讲，也嘛可以证实生物的多样性呢，对于生态的健康是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要保护，这都是咱环保的一个重要课题照安尼讲，咱用这思维来想语言是嘛爱去保护尤其呢，咱都讲过，语言就是代表一种的文化的存在，所以咱希望这是呢做这节目是一种正面的，所以透过呢今天三位来宾咱来请卢老师第一个问题就进入主题了不过呢，拄我讲的卢老师你有啥补充无？拄迄个是针对咱前礼拜该做一个补充这个问题讲起来真趣味是。咱台湾以人口数来讲台湾话应该是一个强势语言啦伫过去无政治力来加入的时多数咱伫台湾的人，你若要甲一般人讲话，自然就会讲台湾话。对。但是自从国民政府来台湾以后，因为这个教育政策是在强推这个国语这个国语政策，互咱台湾的这个语言情形有一个真大的变化，就是强势语言煞变弱势语言。是。咱台语即马伫咱台湾来讲是一个足弱势的语言，有的人讲敢有影，逐世界都听到人咧讲台湾话，但是照专家的看法无共款啦就是讲的人拢年岁偏悬少年囡仔拢无啥咧讲伊即马人伫推算台湾话的生命差不多剩30年尔。哪会有这个结论出来？就是讲会晓讲台语，即马讲了较好的拢50岁50岁以上的人50岁以下的人，若毋是讲了无好，就是喊你咧讲因若咧讲的是因讲的对象拢是对因的是大人，但是因真少甲因同年岁，还是讲比因较少岁人咧讲台语所以若照安尼来看，50年后本来有咧讲台语的人，就渐渐拢离开这个世界剩的这些人，因甲因的朋友、同事、亲情，甚至因的逝世，无咧讲台语所以强势语言竟然嘛会变做弱势语言，竟然嘛有一天会面对可能特别死亡的这种情形，这是咱感觉真毋甘的所在。是那卢老师安尼讲各位听众朋友，你就知影咱的这语言台语呢，嘛是进入高龄化社会所以呢今天做这主题呢，就是呢就在这个李庆华老师还有几位前辈因差不多10几个安尼共同为了这个代志在调集啦所以希望透过听众朋友，你也听讲咱的这个节目，你嘛带你的朋友关心台语的台语文这方面的，会使来收听咱的节目这咱对这方面会当讨论到这个8个礼拜你听看卖，这个8个礼拜对你一定有很大的收获。所以底下呢，我们就进入咱的主题啦那罗老师我是请教啦有的人讲呢在讲台湾话呢，真正有音乐，真有音乐性啦敢有影这句话拄则主持人有介绍过，讲我过去是咧做华语老师的是我过去咧做华语老师的时，我的学生拢是外国人，因对外国来台湾原本拢是要学华语但是有学生来台湾以后，听到咱台湾人咧讲的话毋是华语，有一部分人讲的话是另外一种话这种话听起来哪里唱歌咧，所以因尾就决定讲伊嘛要来学台语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本来是华语老师是学校因为有学生要求要学台语，所以学校就问我讲你有兴趣要教台语无我讲好，无我嘛来教看卖因会安尼讲咱即马来甲找一寡例来证明讲咱台语是毋是真正有音乐性是咱台语真正伫咧关键方面有真大的差别啦所以你甲看讲咱若讲袂紧招
食东学，这是咧讲话哦。但是呢，英文来看吼，那就咧讲哆来咪。啊，你甲倒变过来吼，讲风真透，衫伤贵，啊那就咧讲咪来哆。所以咱台语就是关键差别较大，所以因外国人听着会感觉真趣味。啊，你若咧讲除了即个关键差别以外，佫有即个声诶，啊，佫有降诶即种语调，吼，像讲小猪食肉丸，吼，啊，即肉丸，即肉就是降落来调，啊，丸就是升起来调，所以小猪食肉丸，即有关键佫有升降诶差别，还是讲小妹卖蚵药。哦，拢有即种情形。啊，除了这以外，咱台语佫有即个长短的差别。吼，这伫音乐来讲，咱知影讲音乐嘛是有升悬降低，还是悠长，还是即个快速的即种差别。啊，咱台语嘛是有即种的无共款的所在，像讲冬瓜，吼，即两字仔个拢较长。啊，你讲美国就是一字短，一字长啊，美真长啊，国真短。美国啊，就倒变过讲塑胶，吼是塑短啊，加长。啊，你讲落差啊，两字拢短。所以咱有诶是长长，还是长短短长短短，啊，即种诶听起来，所以外国人感觉讲，台湾咧听起来真正咧唱歌共款。所以外国人的咱卢老师本来要教华语的，啊，外国人煞比听咱台语，伊毋知是台语啦，就跟伊讲，即种语言听起来咱在唱歌，所以呢，卢老师啊，你迄阵要一下子要转变教因台语呢，实际上有困难嘛？啊，当然有困难啊，因为咱过去受的教育拢是国语教育嘛，吼，所以毋捌正式受过这个台语的训练。是啊，拄开始的时，我就请教一个较早有教过台语的老师，因为迄当阵干那伊是咧教，啊，学校希望讲莫干那一个人咧教，因为一个学校内面啊，干那一个人要教某一种物件，对学校来讲是足无好的代志，就是希望讲有人会当替换啦吼，啊因嘛希望我教，所以我有甲请教，伊就找一寡资料我看，我才发现讲，哇，咱台语实际上毋是原来咱想的遮尔简单，咱伫讲的是足自然的，但是其实内面有足深的、足奥妙的所在，像讲咱的声调，咱过去家己拢毋知影，像咱过去咧学华语，老师甲咱教咱的声调，但咱台语无人甲咱教过，咱自然咧讲是咱就安尼咧讲，但是咱毋知讲咱台语有啥物调，啊，这就是要去共教以后，才开始去学，啊学了才开始共教呢。是，所以卢老师你教华语，你知咱对华语问人讲声调啊，咱拢知影四声嘛。对。吼啊，台语呢，如果要讲台语的声调呢，那安尼讲起来吼，咱听着有啥物无共款，啊是伊原来有声调，台语有声调无？当然啦，台语有声调，因为咱汉语系语言拢有声调啦吼，但是无共款的语言的调的数量无共款。是，咱知影讲北京语，伊敢若有4个调。对。吼，啊若讲含轻声算连5个尔。啊，这4个调咱逐个拢知，咱自己那时代去读小学，老师教咱讲妈妈妈妈，啊，咱讲这就4个调。对。啊，咱台语咧，无人知，过去无人甲咱讲咱台语有啥物调。是。啊，去学以后才发现讲，哦，原来台语调的数量是比华语加倍啦吼。一般咱是讲加倍，啊，实际上是无到8个调啦吼，是7个尔。啊，过去的即个教法拢是甲伊当做8个来教吼，拢甲伊讲，像讲咱有一个口诀啦吼，讲衫底裤胯人下偏直，啊，这直伫咧南部人讲直吼，所以有两种讲来讲衫底裤胯人下偏直，啊，这咱台语的8个调，啊，其中国语有注意到吼，就是讲这个底甲下实际上是共调的啦，所以你若甲这个两个共调的字摕掉一个。其实是有7个，所以咱按照7个来讲，就是衫底裤胯人偏直，吼，咱无人讲衫底裤胯人偏直，啊，这就台语是7个调。所以对台语来讲，吼，除了声调较济，吼，这台语的声调甲华语呢，阁有啥物无共款？咱台语拄则咱讲的这个调，吼，是这个8个啦，吼。啊，咱若照华语，咱过去咧学是拢用共字、共音的调，吼，就去共音就去分辨无共款的调嘛，吼。啊，咱台语当然嘛会使安尼，像讲咱讲这个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吼，就共款的这种情形啦。啊，这甲拄则咱讲迄是调型是共款的。啊，除了这以外，咱台语有一个较特别的所在，咱若照拄迄个调型来换另外一个讲法来讲吼，咱用这个形容词来讲吼，拢
甜苦草涩咸丁骨，嘛是七个无共款的调对无？对。啊，趣味的就是讲，咱台语的形容词拢会使定塔。什么叫做定塔？讲咱会使讲做2遍，讲做3遍，啊，意思会无共款。啊，华语嘛有即种定塔词啦，吼。咱记一个啦，吼，就讲黑，吼，啊，伊会使讲黑黑的，对无？对。啊，但是你要注意吼，伊黑黑2字是讲做共调的，伊无变化。毋过咱台语若像讲咱拄要讲甜，啊，你若要讲一遍的时，你2字头做伙讲的时，你袂使讲做甜甜。你爱讲做甜甜，这是咱台语的特色。是表示什么？咱台语一个字毋拿一个调，就是除了伊原来迄个调以外，伊有另外一个调，这个调咱家叫做变调。所以咱台语拢有变调，每一个调拢有变调。咱拄则讲的，就是甜，这是第一调。咱讲甜啊甜甜，是。那第2调咧，就讲苦。啊，你若要讲2字，爱讲苦苦。若像讲草。这咱叫做第3调，一字叫做草，但2字爱讲草草，若涩，这第4调，你若2字袂使涩涩，爱讲涩涩，若咸咧，有人讲咸咸，有人讲咸咸，这是腔口的差别，但是无人讲咸咸的，无讲2字，无讲2字共款的，爱讲丁，你爱讲丁丁，若骨也是讲骨，若讲骨的人讲骨骨，若讲骨的人讲骨骨，伊2个字无可能讲共款的，是，所以一个爱变调，一个爱讲本调，这是咱台语甲华语足大的差别。足大的差别伫遮，所以听众朋友可能有当时有讲，北部的人讲的音，甲南部的人讲的音，搁伫海边讲的音，搁无共款，有当时拢有安尼，这又搁是安怎？这是腔口差的问题啦，这咱另外有一个专题专门来讲这。今仔日咱嘛去北溪后边的人伊就无啥物通讲啊，所以咧以后的节目内面所以去发挥。所以有当时有迄叠的2个一样，或者3个一样。哎呦，你若3个字，咱台语更较特别的特色，就讲第一个字有一部分的字有迄个特别的变调。除了咱拄则讲的一般的规则变调以外，那3字顶塔是有特别的变调，像咱讲甜。2字讲甜甜，若3字讲甜甜甜，3字的调拢无共款。所以安尼讲起来吼，咱这台语吼，讲起来是真有变化吼，互咱迄个语调无共款，所以讲起来讲有音乐性啊，讲出来吼，就是让人家觉得像音乐一样，这外国人爱听。安尼吼变调讲会真歹学，变调呢学起来有路用无？变调。你讲歹学，那对一个甲当做外国话的人来讲是歹学啦。是。但是伫咱母语的这个环境内面吼，咱大多数的人拢自然会晓变调，但是拢无人知影讲伊咧变调。伊感觉讲我应该就是安尼讲啊，你家己问讲你变调安怎变？你讲什么叫做变调？我毋知影。囡仔台语的囡仔吼，出来讲伫厝内面都是讲台语的囡仔，伊足自然就会晓即套变调，拢毋知伊的规则。咱做老师的人，因为要共教，尤其是学生是外国人的时，还是讲毋是讲台语做母语的人，咱爱互伊知影讲咱有变调。但是你伫自然的环境内面，多数囡仔拢直接会晓变调，但是拢毋知影讲伊咧变调。像我家己囡仔细汉的时吼，我就发现讲伊会晓变调。我嘛捌甲伊做过测验，我怎甲测验咧？我甲伊问讲，袂使叫做什么点？你有注意听无？我讲袂使是这三是讲做本调哦，伊就会甲我讲叫做3点。迄当才几岁？伊3、4岁囡仔尔，但是自然你就知讲，我讲袂使是什么点？伊讲3点，伊就会晓甲迄个3，无讲3点，伊讲3点。我讲若袂酷诶，伊讲酷点。我讲袂牛诶，伊讲牛点，所以伊自然伊知影讲，你要讲做2字诶时，迄个字爱变调。伊袂讲，伊毋知影讲要安怎变调。所以对伫咧自然环境内面来学即个话语诶人，伊无感觉变调真困难。但是咧，若是大汉以后再来学，咱即满足侪囡仔，因为囡仔时代伫厝内面无讲台语，到大汉读小学，因为学校内面有摆即个课，老师咧甲教。我想苏老师会当互咱一个例啦吼，就是讲是毋是有诶囡仔，因为伊本来毋是讲台语，即摆来学台语是伊袂晓变调，有时变调会发生错误。
好，来苏老师分享者。迄个情形吼，就亲像拄则罗老师咧讲，咧教外国人台语。啊，讲起来，毋知是你毋知是要暗伤心，还是要感觉趣味呢？咱即个小学囡仔吼，伊毋是外国人呢，但是伊自出世伫家庭内面，对老爸老母，对因的幼稚园的七头半，拢讲华语。啊，台语对因来讲，哪像外国话咧？是。啊，我伫校咧教伊吼，我只好就甲伊讲规则呢。啊，无伊毋知影要安怎变调啦。你无像说，迄个罗老师拄则讲迄个，讲厝内面的囡仔，因为自细汉伫厝内面都听老爸老母咧讲，伊迄个变调诶，迄个逻辑吼，不要讲道理，但是拢会晓啦。是啊，所以即摆囡仔袂晓吼，拢咧念本调呢，像讲甜甜，伊会念甜甜呢。嘿，啊，迄个。伯伯讲伯伯呢，所以只好甲当做咧教外国人，教迄个变调的规则啊。只好用这，咱讲开讲打做文法音标。是啊，就是文法嘛，语法就是这个意思嘛，嘿啊。只好就安尼呢。毋过其实讲起来吼，若准讲你若甲教这个规则，叫伊去背吼，伊叫伊生活中要应用出来，讲起来是无啥有可能，因为咱的头壳吼，毋是讲咱去想即个变调的规则，想出来了后，我才甲伊讲出来，毋是咱一个自然的反应。所以讲，就算讲咱甲伊教规则，伊无一定会晓用。啊，你要安怎伊才会当甲即个变调规则学起来？主要就是伊若听，比如讲伊头一届伊讲甜甜，吼是大，也是讲老师甲伊讲毋对，你爱讲甜甜，吼若第二届伊可能佫讲毋对，毋过甲第三届来，伊自然伊就会晓甜甜。嘿，而且就是讲，除了甜甜以外，吼伊甚至后盖伊讲，伊看到另外听到另外一个共声调的词，伊家己嘛自然会晓做共款的变调，因为这是咱人咧学语言的时阵一个真自然的机制，毋是讲你甲这个规则背起来，吼你就会晓用这个变调的规则，毋是安尼。所以其实咱咧教变调的时阵，上主要吼嘛是爱互大家加听加讲，故来伊自然就会晓使用变调。对啦，这都是我不是在咧讲吼，有要讲直接讲吼，比较讲无爱讲，更较重要。所以安尼讲起来，咱家庭中吼，咱对阿公阿嬷开始。就自然呢，囡仔回来，咱就甲伊讲台语这拢咱感觉讲可以轻而易举，阿公阿嬷会使做的安尼渐渐有这环境，囡仔嘛较快速的脑筋的反应，这讲是一种植入性的，伊听久了自然也反应所以这变调讲起来，你也要甲当语法来学较困难，还是在自然环境当中来听。其实这个变调实在是一个真趣味的物件全世界的语言内底有声调的都已经真少啊，有声调的语言内底变调的规则，像咱台语遐尔复杂的迄是更较少。咱讲感觉讲，拄则你拢讲两字啊，其实咱咧讲话当中你每一字差不多拢有咧变调比如我举一个例，我即马讲，我今仔日来电台。大家听到真顺嘛？其实我拄则拢有变调，大家拢有变调。若准我若无变调的时阵，讲起来变做安那？我今仔日来电台，你听有无？你绝对听无。请问你都是国人啊？所以其实咱足自然都咧用这个变调的规则，而且咱一个讲出来都咧变调。那罗老师好拄则大家讲变调讲真趣味对。我拄则讲，即摆囡仔真济毋知人变调，就是因为你俩讲华语的人，伊本来无啥咧变调嘛是，所以毋知影像讲，阮去做这个比赛评审的时，听到囡仔讲话定定有这个变调错误啦，讲咱讲一字爱写好清楚，爱变做一字，是讲两本甲排好好，爱讲两本甲排好好，袂晓变调。咱台语的变调实际上伊除了讲伊有一个变调的规则，讲第一条爱变第几条，第二条变第几条以外，佫有一寡甲语法有关系的所在，就讲伫一句话内面还是讲一个讲法内面伊毋是讲一定出现伫倒一位就一定会变调，爱看伊到底两字之间的关系是啥物。这就是真济大人来学台语时，伊会发生困难的所在。我捌听过一个客人，因为伊嫁台湾人，伊讲伊嫁去了后才开始学台语，伊定定发生一个问题，就讲伊今仔日共问一个讲法，
人甲伊教一个音，第二天伊去讲共款讲即个字的时，人甲伊讲你毋对，讲了毋对，用我都拄照你讲诶，但是你即摆甲我讲毋对，因为一字甲两字的时调诶无共款，像咱记一个吼，你讲心，那你若讲肝的时，爱讲心肝，袂使心肝，但是你讲我学晓，我知影爱变调，讲心肝袂使，爱讲心肝，但是咧，你若心酸，你袂使讲心酸啊，就爱讲心酸，因为心酸的结果甲心肝的结果无共款，伫个心肝内面心爱变调，伫个心酸内面心袂使变调，即种例有足侪，像咱讲即个头，你若讲头脏伊就变调，但是讲头痛伊就袂使变调，你讲地，你讲地理有变调。然后地动伊个袂使变调，所以你有时爱变调，有时要变调。所以迄个客人查某人，伊甲我讲，伊嫁去台湾人的家庭以后，伊为着学台语，食足侪苦的。伊讲台湾人来遮歹学着，你囡仔时代学敢会遮尔艰苦？袂啊，阮拢毋知影，因为阮咧学时足自然，就知影即个时阵爱安怎讲。迄拢无经过什么人甲我教讲，因为我若问阮老母讲，什么叫做变调，要安怎变调，伊拢毋知影。但是阮老母台语做我讲诶，我着对伊学诶，我学到嘛拢会晓讲，所以这个规则遮尔复杂着。但是你若自细汉伫厝内面讲，完全拢无困难。你若到大人才来学，你会感觉足痛苦诶。所以讲起来，台语就是你的成长的家庭，拢是咧讲台语，用台湾话来讲，讲到尾啥物变调声调，拢对伊来讲无迄个距离啊，反正很自然自然就会反应。那安尼讲起来罗老师台语的声调敢也有其他的特色，除了变调。这声调的特色伫台语内面是一个宝库啦，是。照我的经验就是讲，有真侪人过去外国读册因要读语言学的博士，因要写论文的时，爱去找一个题目来写嘛过去因为拢是咧讲即个华语的，所以因拢用即个华语来做因的即个。安尼，罗老师，咱小休困者，好，听众朋友啉一茶，小等佫继续收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董美云。您今麦所收听的是绿色和平广播电台 FM 97.3。新妇的哎哟，气色愈来愈好呢。拢嘛是靠妈妈伫的指睛啊，好啉佫无加限味。妈，你哪遮厉害？我哪遮厉害？这是全国上大的亲益单品所做的幸福滴鸡精，用阿里山山药的放山老家母提炼，无加水，佫无加中药复方，免烦恼的金属中毒。所以才会保存上纯食的古早味。对啊，人因为饲家提炼、包装、配送，拢嘛是一条龙作业，拢无经过别人插手过，当然是品质上好咯。安尼好啊，新妇啊，是要安好啥？我买幸福滴鸡精来孝敬妈妈你啊！哦，感恩啊！上大心的礼品，幸福滴鸡精2973-0909，2973-0409，专人给你送到府上哦。您知道吗？孩子越早近视，越容易成为高度近视，可能产生早年性白内障、视网膜剥离等，甚至失明哦。亲爱的爸妈，请多鼓励孩子每日户外活动2小时以上，多接近大自然。小朋友要注意，用眼30分钟后要休息10分钟哦。真爱好眼力，打败恶视力。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绿色和平追求广告突破，咱是台湾唯一感情第一，咱的广告效果同款第一。欢迎工商企业界头家参加咱的广告突破行列，联络专线2973-0409，2973-0409。绿色和平，真实有感情。李小姐吗？这里是健保局，昨天有人拿你的证件来领取健保补助金哦。我没有啊。哦，没关系啦，我们会请检察官跟你联络。我是林检察官，你已涉嫌伪造文书，基于侦查不公开，你要到楼下超商收取传真，我们要监管您的账户。我们是台北地检署官员。接获疑似诈骗电话，应向相关单位或165查证。公务机关和司法机关不会以电话通知，也不会以传真公文监管账户哦。聪明多一点，诈骗滚天边。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制作。各位病菌弟兄们，虽然水流很大，但是只要人类不用肥皂，我们还是有机会撑下去的。加油，加油！首领，大事不妙啦！人类开始用肥皂啦！大家镇定，只要它搓洗不超过20秒，我们还有机。已经
经超过20秒，没机会啦！洗手请用肥皂，搓洗超过20秒。好习惯打败坏病菌。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阮拢是伫这在等待，伴你轻松过日子。想你91.3 FM。渐渐在起行，再会我的故乡甲亲情，亲爱的父母，再会吧，斗阵的朋友，过时啦。去台北打拼，听人讲什么好康的拢伫遐，朋友笑我是爱做面梦的公囝，不管如何，路是家己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绿色生活，我是吴素芳。咱这节目的时间是每礼拜六暗时8点到9点的这个时间。那今仔日呢，为着咱会当守护这台语，咱的母语莫去消失，所以希望呢，透过呢咱一寡老师教授因这专家呢，会当互咱提供，互咱了解这台语文一寡内容因此呢，咱每一个人要安怎来开始做，咱有一个目标那即马呢，咱个继续第2段。那伫遮呢，卢广成卢老师即马这条歌呢向前行咱前半段呢有一个也未讲完就是咧讲呢，这声调方面呢，也佫有一个特色老师呢，透过咱今仔的这条歌甲尾下的这个咱拄讲的讲无完的，佫做一个补充者老师请。好咱拄则有讲到这个台语音乐性是咱拄则放这条歌就是一个真好的例啦咱听这个林强咧唱这条歌的时
实际上伊的歌词听到甲咱伫讲的话吼，差别无真大啦。啊，咱台语有足侪即种例啦，吼，毋是干那即个像讲囡仔歌内面，像咱定听到的天乌乌啦，什么白灵丝车本机啦、点仔咖啦，吼，拢即类的。啊，流行歌内面像单类的即个风筝头，吼，啊，甲即个工会的即个歌喉，恁若斟酌去甲听吼，恁对歌词恁会当听得出来讲，因咧唱的歌，甲因咱咧讲的话吼，差别无真大。啊，像咱做到即点，就是讲本身语言就是有足悬的音乐性啊。吼，啊，伊即个音乐性的即个关键当地的变化，啊，你若去甲伊小，搁甲伊加强一下，啊，伊就变做咧唱歌。所以讲话甲唱歌其实差别无真大啦吼。啊，咱拄则我头前讲无了的话，就是讲咱台语的即个变调吼，这是一个足丰富的、足有即个深度的物件。所以咱拄则讲，有真侪人过去咧去读语言学的时，要找论文的题目的时，因来用华语要找变调，敢若一个三声的变调。啊，所以写三声变调吼，敢若博士论文吼，几十本，吼啊，就是无啥物题目通写。安尼啊，用来做研究啊，来做研究台语的人吼，哦，伊要写的就有足侪啊，伊要研究的角度有足侪，所以伊若要用这来做发挥，要读博士，伊有足侪物件当写的吼。啊，咱拄则讲到台语的这个变调，伊实际上毋是真单纯啦吼，伊有时一个字，伊佫毋若讲一种变调尔吼。咱来看一寡这个变调的例吼，像咱讲肉、拍。马，伊是条拢共款的，吼。但你较注意哦，马若咧变调讲马丸，拍讲拍球，但是马咧变调的是，伊毋是马去，伊是马去，吼。因为伊迄叫做虚词，所以咱台语有时佫会分实词甲虚词来做无共款的变调。啊，像即种的咧，毋若干那一个讲过，吼，伊嘛是甲拄则讲马共款的了，但是讲你变得爱过来，吼，伊就袂讲过来，爱讲过来，所以伊变调佫无共款。啊，上趣味就讲。有诶，共一个字吼，伊有两种用法，啊，伊两种用法咧变调会无共款，就讲教，吼，啊，即个字伊若做动词来用，伊诶变调是教，是讲买薰教番仔火，买菜教葱啊。但是伊若做虚词来用诶时咧，伊就会变调变做教，我教你来去，吼，啊，你若讲像咱拄仔讲买菜教葱啊，伊是葱啊送你，但我若两项拢袂讲买菜教葱啊。伊就袂讲买菜教葱啊，吼，所以伊共款迄个字，伊咧变调的时，因为伊用法不共款，伊有无共款的变调。另外一个咧是讲刷，吼，你讲刷戏，几点会刷戏，伊变做刷戏，伊就甲咱对来讲拍球，迄个变调共款。但是咧，你讲，伊都讲要来刷无来，今仔日讲会落雨刷好天，啊，这个时阵伊毋是刷好天，是刷好天。所以共这个字，因为伊用法不共。伊若用做实词、做动词的时，伊是一种变调；用做虚词，佫是另外一种变调。啊，这种变调是咱台语，表示讲咱台语的变调是有功能的。所以这个功能，对咱台语来讲，就是伊的这个声调的特色。就是咧讲这个声调吼，咱咧讲伊有辨识作用，伊有分别意义的作用啦。好像几个生活上定来用到咧，咱咧讲后日，也是后日，共款哩两字哦，但是意思无相啊。像讲。你欠我10000块，当时要还，我后日还你，后日就是2日后嘛。啊，我后日才还你，哦，迄阵毋知偌久安尼，吼，迄差伫咧足济啦吼。抑个有吼，我定咧含囡仔讲耍笑，我讲，有一个外国人台语讲得无介好，啊，伊今仔日来咱学校演讲，伊真欢喜吼。伊讲今仔日学校门口弄死人，我真欢喜。哎哟，这人哪安尼？学校门口弄死人，伊讲真欢喜。其实是要讲弄死人啊！啊，伊变调吼俩，变调毋对，讲啊，都弄死人，怎欢喜有啥物毋对啦？你弄死人，吼，无相款嘛，弄死人甲弄死人差足济嘛，吼，这就是讲声调有分别意义的作用，这是台语内面声调伊一个真大特色啦。是啊，来嘉义老师。啊，除了变调以外吼，其实咱阁有一个物件叫做轻声，啊，轻声和变调夹起来吼，嘛有拄则罗老师讲的迄个效果。比如讲咱讲惊人甲惊人，吼，我讲这个物件，哦，这真正是足惊人的，这件代志足惊人的。咱袂当讲这件代志足惊人的，惊人是啥物意思？是我惊人，毋惊狗，迄才是惊人。但是咱若要讲这个好吓人哦，迄就爱讲惊人，吼，这都无共款。除了这以外哦，还有一种情形就是讲，咱一句话内面吼，一个字会当讲做本调，会当讲做变调。
啊，你讲本调，我讲变调，也意思也无共款哦。吼，我举例互恁听吼，因为我买3本册吼，啊，阮太太问讲，啊，你偌济钱？我讲拢总300块。啊，我来讲拢总300块，意思有共款无？无像啊，嘿，无共款咯吼。你若讲拢总300块，是3本加起来300块。啊，若拢总300块，是我买的册全部拢300块，所以3本加起来就是900块。安尼你报销的迄发票要写清楚哦。即款就毋难干那一个，因为我较早捌听过学生甲我讲，即句话有2个意思，用华语讲的，伊讲爱你的爱人2个意思，啊，你到底讲什么意思分袂出来？毋过咱台语，若用台语来讲，就分得出来，一个叫做爱你的爱人，啊，一个叫做爱你的爱人。哦，这华语无法通分，台语才有法通分，就讲欺骗你的朋友，到底是你欺骗朋友，还是朋友欺骗你，分袂出来。毋过用台语分就分得出来，讲欺骗你的朋友，甲欺骗你的朋友。台语讲起来是无共款的，是吼调无共，一个讲做本调，一个讲做变调。啊，像讲有诶，迄个讲迄句话，迄个字有变调甲无变调意思诶倒变过，就讲正人毋愿甲伊大细声，啊，你若甲伊讲做正人毋愿甲伊大细声，啊，意思完全倒变。一个正人毋愿，足毋愿诶，所以甲伊大细声，所以就冤家起来。啊，你讲正人毋愿甲伊大细声，就论咧，所以无甲伊大细声。所以一个是甲伊大细声，一个无甲伊大细声，字完全共款。但是一个字有变调，甲无变调，意思都会倒变过。就是用声调去定义啦。哦，啊，中文就不会定个当安尼做。中文做袂到这个，这就是咱台语的这个声调的功能的特色。伊的特色就用声调字拢共款，但是读出来都是意思无共款。吼，用这种就咱讲起来就是咱台语的特色啦。吼，这声调啊，讲起来这声调毋着爱讲较细声，爱较轻呢，是无？轻声哟，轻声就是讲伊原来对，伊原来有一个调啦吼，但是伊伫个特别的情形下，伊无要强调迄字，要强调头前迄字是后壁迄个字会讲做轻声，像咱讲我无去，吼，迄个去是我要强调的，啊，我讲无去，啊，讲物件怎无去，我要强调无的是，迄个去就讲做轻声去，所以无去甲无去意思就变无共款，是讲啊做人甲做人，讲即个含慢做人。哦，啊，因查某囝做人啊，啊，要做人，即要强调迄个做，所以迄个做无变调，啊，迄个人讲做轻声，啊，这是咱台语特色。啊，台语咱拄则讲过，即个形容词，吼，伊会有即个定态，啊，伊若定态是伊有变调，吼，所以咱拄则讲，即个甜甜甜甜甜甜，吼，啊，咱有诶字吼，伊是2种用途，伊会当做形容词用，啊，嘛会使做动词用。啊，伊咧做形容词甲做动词用诶是，伊个有无共款诶变调诶形式。像咱对来讲，即个甜甜甜甜甜甜啊，开吼，伊嘛会使做形容词，因共款变调讲开开开开开开。但即个字伊嘛会使做动词，因为开门诶开会使做动词嘛。啊，你嘛会使2字同齐用诶是后壁迄个字是讲做轻声讲开开，就像你叫人甲门开开。啊，即个会当，即个嘛会当定态哦，伊若定态会变做开开开，所以你会讲开开开。甲开开开，啊，意思无共款。啊，讲到即个例吼，我有一个足趣味的即个经验，讲互各位听吼。我有一遍暗时咧电台听，暗时咧听电台广播啦吼。啊，伊讲诶电台节目内面，迄个主持人讲，今仔日有一个台语的老先生来咱诶节目内面要接受听众诶call in吼。啊，请大家若有问题，敲电话入来问。啊，真正有一个听众吼，敲电话入去问讲，啊，咱台湾话吼。开吼，有讲开开开，佮有讲开开开，啊，到底这有啥物差别？啊，迄个老先甲讲，你这个问题问了真好，我等一下甲你讲。啊，因为这是我研究的主题，所以我想要听讲伊安怎回答这个问题，所以我一定爱听啊。节目结束伊嘛无讲，所以有的老先甲无一定老先讲啊吼。啊，咱即摆甲各位讲安尼，各位知影，开做形容词是开开开开开开，啊，若做动词的是开开开开开开。用法无共款，意思无共款。咱有一个简单的原则啦，吼，就是重点迄字吼，咱就念本调啦。哦，是。吼，若是念本调迄字，伊就是重点。譬如讲，头拄罗老师讲的，咱来用较简单来讲，讲2字就好。是。开开，开无变调嘛，吼，开本调，所以重点是伫咧开这个动作。啊，来开开咧，后壁迄字无本调，无变调。
所以迄个是形容词的词组，表示门是开开的状态。安尼较简单啊。是哦，安尼讲起来呢，听众朋友你毋知听有无？应该呢，大家爱晓讲，听了就知啦。只是讲变调，哦，这声调要安怎去分哦？可能头啊开始大家要开始使用，煞有问题，因为被这个绑住了哈。自然安尼听安尼讲吼，足简单的啊。所以咱讲这台语都是一个母语，拄啊吼，罗老师有讲咱伫厝里呢，咱的台语在讲，咱很真自然的变调，就是妈妈讲的话嘛。妈妈又听她妈妈讲的话，都、就是阿嬷阿祖阿兄的传来，所以这语言还是爱使用，再加上咱的这音标语法上你了解，安尼我们呢对母语的保护呢，咱都较有这个效力，是不是啊？好，我补充一下好不好？拄则罗老师讲这个歌词这个部分吼，伊无直接举例，就讲大家会当注意这个台语歌词的声调吼。我即摆甲这讲较详细，比如讲咱拄则听到这条这个向前行吼，这个向前行这个歌。我先用念的哦，我甲歌词用念的。伊讲火车渐渐地去行，好，伊安怎唱？伊唱讲火车渐渐地去行，对无？搁来第二句，伊讲再会我的故乡甲亲情，用念的是安尼嘛？若唱起来咧，伊唱是安尼唱哦。再会我的故乡甲亲情，是毋是完全共款？好，那准讲做事的人，台语歌做事的人，伊会当注意到讲台语的这个声音和伊的音乐有合的时阵吼，听起来都会足水足自然。咱听真侪华语歌都拢无安尼。是安怎嘛？毋是讲因无要注意即件代志，都是因为华语的声调伤少，伊无法度去呈现遮尔遐侪音乐的即个关键，甲拄则老师讲的即个长底，所以讲台语歌伊有法度做甲安尼吼。若写歌词的人会当注意即件代志，伊就足水的。像讲咱片头听的即个夫妻即条歌吼，咱当年伫咧做曲的时阵，伊嘛是有注意即个声调，所以咱听起来吼，你就听有伊咧唱啥，无像真侪华语歌，咱根本就听无伊咧唱啥，主要都是因为咱听袂到伊个声调的变化。是啊，那苏老师呢？无啦，我即摆是咧讲各几集啊吼。我所知影即个作词者吼，即首歌词的原作，李庆华李教授已经答应啊吼。伊日期咱暂时莫讲啦吼。伊会来啦，伊来吼。我本来想要念吼，我想讲我伊还袂来以前，我莫加吼，莫甲念吼。到时甲请伊吼，亲身来朗读。咱就去体会着讲台语的每一字每一音和音乐迄个关联性，咱就当看出讲咱台语的迄个音乐原的丰富。到时你请你教授家己来朗读。是，那今仔日呢？我也是请咱罗老师吼，甲咱讲一个结论啦吼。咱今仔讲这主题了呢，咱希望讲老师咱做一个结论，咱安怎吼？毋是讲这专家来纠结台语，咱普通呢，咱要安怎来纠结台语？普通一般的实践我感觉上要紧就是讲家庭内面吼，老爸老母应该爱尽量甲囡仔讲咱家己的话啦吼。嘛上好，咱爱有一个即个算讲真侪人斗阵的是，除了咱家己家庭以外，咱的家庭甲家庭有咧来往，有咧交陪是。爱互咱的囡仔甲囡仔嘛讲台语，莫干那讲囡仔干那会当甲老大人讲台语，甲囡仔伴应该嘛爱讲台语，安尼台语才有可能会当互伊佫生团落。台语的水吼，我则佫补充一寡例啦吼。咱拄要讲着轻声吼，轻声实际上用伫真侪所在，伊毋若干那讲一字讲轻声啦，像讲咱讲啉一杯甲啉一杯，台语用法咧无啥共款，讲这一时啊甲这一时啊，意思无共款，这一时啊一时啊。就是有一个有轻声，一个无轻声。过来讲变调甲无变调，有时伫咧上尾字嘛会当出现咯。讲足贵的讲，即个讲伫上尾一字啥来变调，伊就是表示讲伊有一句话心内无讲出来，就讲我都无钱啊，佫叫我买吼，还是讲听一个气角，这尾字照讲，咱大多数的尾字拢会讲做变调，但是有一寡所在也变调，这拢有功能伫咧。所以咱台语的即个声调，伊无管是轻声变调，拢有足侪功能伫咧。恁也拢无咧用，拢袂晓。所以即摆囡仔真侪拢袂晓讲来啦，啉一杯啦。伊讲来啦，啉一杯啦，听得足无客气的。
因为咱叫人啉一杯，这是客气的讲话，你若啉一杯是讲我拢总啉一杯尔。所以这物件你若无伫日常中咧用，硬要去讲学校来教囡仔会晓是足困难的啦。所以鼓励大家日常内面，若会当甲囡仔讲台语，尽量讲台语，嘛毋通干那大人甲囡仔讲，嘛爱鼓励囡仔甲囡仔嘛爱讲台语。是罗老师安尼咱讲呢，相信大家拢做会到啦，是要做毋做啦，那来苏老师，我即摆要呼吁咱即个台湾社会你若是要用讲着无介好的华语，含你的阿孙呢讲着遐辛苦安尼不如拜托你用你的母语无论是台语、客语还是原住民语你用你的母语含你的阿孙咧讲。互伊会当自然会当学着学校教伊的话，嘛会当学着老爸老母、阿公阿嬷传回的话。个另外呢，目前这少年人20几岁到40几岁这少年人，我原来要拜托恁有哪尽量含恁的事实讲，因为恁若无含伊讲，等候恁的时大人迄辈伊若自然无伫即个世间的时阵请问啥物人要含这囡仔讲台语？安尼咱的台语，就亲像拄则罗老师讲的，20年、30年了后。自然怎无去啊？这真无彩是，那嘉义呢？嘉义老师，1分钟，我来拜托这个是大人之言的少年人若准讲台语讲了无好，是讲了无标准的时阵，要甲纠正麻烦都是爱较客气咧。无即马少年人因要讲台语都袂歹啊，咱甲好好甲纠正，莫伤歹。鼓励伊那非常感谢咱3位来宾老师来家呢，大家苦口婆心的希望大家会使共同来纠正台语，那希望讲台语都是咱的母语，大家应该也要讲，也要听那很自然的，它就可以生存下去，活下去，不至于死亡。好，时间到了，非常谢谢3位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咱后礼拜同这时间再见。我咧来去台北打拼，听人讲什么